就变草啊！这位啊，上不管上位也好，下位也好，伊内面若有倒因为若守好，下面咧袂讲这个不反常就是讲，袂去攀岩啦，袂去拍马屁啦，因为迄内面啥会安尼做？安尼做就是讲已经离开伊的本位，伊有所目的，是要撇开利害关系，所以伊才会即个讲逢迎拍马屁。毋过而且不管上来为因的上就是慈，重点就是慈，就是谦。下咧下就是顺，下就是中，这拢伊的本位啊。所以讲，遮人如果讲清楚哪会知影，遮做会好呢？惊的就是讲，惊的环境因会来，伊佫变化，所以讲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要咱劳酸，互我比喻一个话，互我细顾过牛嘛，牵牛啊，牵牛去食草。这个牛伊的习性就是讲等下食食，草啊有食，咱若要甲伊食，毋甘食。主人爱安怎？去牵牛蛋呢？去牵牛蛋，牛蛋食草，嘛去食甘蔗买甘蔗草就对了。同款意思咱的心，若走出去，所以伊讲经常咧讲，爱像牧羊之人啊，一中手举锤啊，解抱，毋茫不能作业，万人了解，就是讲毋茫互即个新老囡仔去学啦拍。